这节目播出了吼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搁一个歹消息要分享大家。好消息就是吼，我开始变大颗啊，因为节目播出了后，全台湾拢知影阮某煮饭要求我歹食。你连去菜市仔买菜，菜市仔阿姨拢甲讲，你敢真正要买菜？唔好，你较好心的啦，买便当顿就好啊啦。所以我最近吼，拢食好口。感谢公司，我这机会再继续活落去。歹消息吼，就是阮某伊知伊台语无好，讲伊开始要学讲台语啦。前一阵啊，阮朋友对美国回来，到买衫讲要送阮翁仔某，阮某看哦有够欢喜的，就随从去房间试穿哦。穿落走出来，对阮朋友讲：杰森，这衫小，阮全部错在想，你敢是咧讲啥？会咧，结果伊是要讲这衫伤细领啦，讲伊台语，啥咧乌白乱讲，乌白乱斗。敢毋过伊毋拿乌白乱讲，伊佫乌白乱听咧。之前我若讲便大喘气过身去，甲西讲来做发挥的时阵，就开始讲好话嘛。倒口味芳家家，互恁囝是谁拢做头家，应有哦。倒口味芳关关，互恁囝是谁拢做议员，应有哦。恁遮在场高某讲白目，伊佫问我讲，为虾米要出啥来做议员？人是讲做议员。后来西讲继续讲，今日医生吼拢圆满成功啊！来，掌声。对啊，恁遮甲阮某共款白目甲有寸，阮某甲我徛徛被拍泡啊啦，我真正无气。